台北市东园国小少棒队代表台湾参加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，今仔日是以7-0打败美国队。咱台湾是让29年后，搁再摕到总冠军。这总教练也讲，伊带这东园国小的棒球队30多年啊，5届参加比赛，这回总算是摕冠军。 稍微投进来，一个飞球，有机会喽！接到，比赛结束，世界冠军！关键赛间接赛，台湾小将拍赢摕冠军的时阵，大家欢喜甲小览。台北市的东园国小少棒队征战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，派出投手陈启胜成功结束比赛，摕到总冠军。都你们在帅，我都没有帅到。我只是上来帅一下而已。 这场冠军赛这部变焦点，教练伫6局关键时阵向画暂停，行上投手区，深切对话，互本来表情紧张的球员刷微微啊笑，队友原来替投手伫俩铃，互相加油。那时候已经2出局，要接近要拿冠军了嘛，我有感觉出来选手还是蛮紧张的，所以我就想说上去喊个暂停，但是我都不要提比赛的事情，我就是稍微先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。 台湾小将过关斩将，一直战赢了后，变甲真有信心。总冠军战拄到地主队美国组冠军山区内华达州队嘛无伫带，安打投走率技术战总出，也互对手失误击到人。这届拍甲真水快，尤其投手林振哲发挥2刀流的手势。 讲一支3垒安打一困清垒，先发主导5局0失分，首战对墨西哥甚至讲出超过82英里的快速球，连外国媒体都真注意。小陈报道，就教练都说把球投进去就好，谢谢队友，当我手下那么多球，不想要去大联盟。 林振哲这个比赛的球速甲控球拢展现高水准，虽然真少年，目标已经确定要以大联盟做目标。总教练赖敏南比赛后嘛讲，带东园少棒30多年，5届挑战，即马总算圆梦。我在东园任教了32年，那么也历经了好几次来挑战这个比赛。那么今年我们也不辱使命，自己也算感动到，哽咽一下了。那当然也希望说。 难得的冠军，等于说把这个喜悦也送给自己。威廉波特少棒赛为1947年举办，台湾定定拍赢。最后一届摕冠军已经是1996年，因为组队的问题，捌退出世界少棒联盟。伫电会比赛了后，这届搁再参加，让29年后，东园国小少棒队搁为台湾摕到冠军的金杯。记者采访报道。